嗱，聖經講出嚟嘅歌羅西1:23咁樣講到，因為到切家你撇就切家熱天係用功在善心理嘅方面，係傾在善心理嘅方面，意思自己嘅善心思想係要發同嘅善心，係本強唔冇定有同，因為呢個社會各樣各樣嘅問題，各樣各樣嘅痛苦。各樣各樣嘅試探，明明自己嘅善心有同，所以咧堅持教把自家嘅善心係本係用功去用嘅，熱啲唔冇定細走，在福音嘅方面要盼望唔冇定細走，熱啲冇定細走，係咪嘅自家已經聽了嘅，在你社間天下裏傳出一個福音，自家聽了嘅，自家熱啲冇定細走，因為在福音嘅方面能夠本是個得救，羅馬書1:16咁樣講到，因為當我要強壯嘅信心，對於呢福音嘅方面，因為福音要上帝嘅大能，能夠本每一人相信嘅啥得救，嗱，在福音裏面要有盼望，係咪嘅盼望？就係人類得救，從一罪惡達到嘅方面，所以是個這樣人有謙卑嘅心來信任耶穌基督係一個嘅上帝，係個救主，也就係福音傳了本天下嚟嘅人聽嘅，咪啥謙卑，打開心，信任，求你信任，心中的相信，得到了最好嘅恩典，得到永遠嘅生命，阿門。